镜周刊报道，今年奥斯卡转播最有话题的一幕，就是女神卡卡跟布莱德利·库珀上台合唱《Shallow》，深情动人的演出，让所有观众都深信，他们一定偷偷在约会，他们一定有一腿。谣言越演越烈，卡卡跳出来澄清，根本没这回事，一切都是效果。这段演出不止在网络引发了暴动，网友纷纷相信卡卡跟布莱德利·库珀已经在一起了。最有趣的反应莫过于辣妹合唱团成员梅尔碧，她在英国晨间电视节目说，看到那段演出，她忍不住替布莱德利坐在台下的女友感到难过，因为女神卡卡跟他在台上是那么亲密，我真的希望那只是演出的一部分，但女人的直觉真的希望那一切只是效果。由于传言实在太夸张啦，女神卡卡在接受脱口秀主持人吉米·金默 （Jimmy Kimmel） 访问时解释，在拍摄电影《一个巨星的诞生》时，布莱德利·库珀不仅指导所有的场面，对于每一首该怎么表演都想好了。这次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表演也不例外，镜头该怎么移动，人物怎么出场，都一清二楚。大家看到我们之间浓浓的爱意，那是因为我们设计好要观众看到的呀。Shallow 是一首情歌，一个巨星的诞生时是爱情电影。我们整整忙了1个星期，在准备奥斯卡奖的演出。女神卡卡说，她自己登台演唱时不会想去控制所有的一切，但布莱德利·库珀恰好颠倒，对于该如何呈现演出都有很仔细的想法。大家在电视上看到摄影镜头从舞台深处往前移动，工作人员把钢琴推到定位等等，这些都是他的想法。女神卡卡还提到一点，布莱德利·库珀希望观众席上也要打光，所以他连忙联系灯光，完成他的想法。大家感受到的2人之间心意相通，浓浓爱意，那也是表演的一部分。当你演唱情歌时，就是要让人觉得有爱呀。